你家己做什么代志，你家己清楚。敢讲爱我讲出来？相公，我什么代志拢为着你的幸福，甚至讲接受着秋香做你的妻儿。啊，我会请伊啉酒，主要嘛是讲会当接近伊，会当联络着感情。啊，我甲阮姊妹会当共心来思考你。啊，为这块的苦心，你不但无感激我，啊，你搁咧丑怪我。我不是怪你啦，我只是问你尔。你若唔相信吼，你来去问迄华文华母啦，甚至讲吼金雀啦，我心肝内拢嘛想讲安怎要互你欢喜，啊结果咧，你什么项拢怪我。如玉，我希望你讲的拢是真实的。秋香的死，时间去想袂过，甲你无地带。你讲大叔，大叔，你是安怎要救我？你是安怎无爱我死？阿弥陀佛，靠爷都爱治死命，病情敢会当见死不救？我真正活到生不如死，我真是更加痛苦。秋香是，你认为死了后，所有的痛苦都会当解决吗？叔，秋香，看开一切，秋香想要转入空门，请大叔请转。你敢会当放下对东北好的真爱吗？我一定会想办法，真紧来放袂记东公主的感情。你的心内，不是温暖，就是真爱。六君未争，搁再讲，佛门乃是修行正地，不是要来度撇世事的所在。秋香施主，你的佛缘未到，请原谅病症未当度你遁入空门啊！大叔，那你甲秋香讲，秋香到底会当对倒位去？去你想要去的所在，做你想要做的代志。秋香，都是我害死你。你若是欠所费哦，你就托梦给我，你要偌济哦，我就想偌济给你。秋香，是阮小弟啊，对啦。不过我嘛袂应该骂你，这钱哦应该是我的厝才对啦。不是啦，你啊，是我甲对不起秋香啦。钱应该是我来出才对。你啊，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还搁害我伤济，这个钱哦，我出得啦。我感觉良心不安啦。那么安尼啦，咱兄弟啊，一人出一半啦。若是秋香哦，伊托梦咱其中一个哦，咱一定要老实甲对方讲。好啦，甲你讲哦，咱两个兄弟啊，以后袂使搁有秋香过艰苦日子啊。对
多谢两位少爷。这嘛是应该啦。我打你就样啦，有什么代志哦？你都用做毛病，没精心找你抓啦！就样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啦，你莫搁头惊啦，就样。魏少爷，你莫惊啦，我无事啊，我是人不是鬼啊，我知。你目睭别人去，看卖诶。不过你这个人哦，我打你是人是鬼啊！哎呀，看靠啦！人讲哦，鬼哦会靠你第三寸了。看靠。少爷，秋香，你真正无死哦！老爷，夫人，秋香互恁烦恼啊，实在是足实嘞。等下就好，来，紧起来来。多谢夫人。秋香，你若这呢戆啦，好好人想袂开。是啦，秋香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咱连大家讲出来，大家参详，到底是安怎样嘞？无啦，因为我看到两位少爷为着这桩婚事，好好的两兄弟煞来起冤家，我心内是会足痛苦的，毋过一时想袂开。迄当阵，我心内敢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用死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迄一日，若毋是地公大师救我，我可能早就已经。平安转来就好，你是毋通搁再做戆代志，知影？我知啦，秋香以后袂搁做戆代志啊。请夫人放心，经过地公大师甲我开示了后，我知影死袂当解决问题，反倒当会互关心我、爱护我的老爷甲夫人来伤心。我若真正搁做这款戆代志，就真正对不起恁啊。对，秋香，你若想开就好。阮已经甲你甲母女的这个婚事已经甲你取消掉，你好好休困，好好静养。对啦，你敢毋是讲想要嫁伊当别好，夫人袂搁再反对啊？无啦，夫人、老爷，我要一世人留伫咧华府侍候夫人甲老爷，搁有二公主，求恁成全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嫁阮母儿？啊？是啦，秋香愿意嫁二少爷。秋香啊，你着想好清楚，这桩代志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啊！多谢老爷的关心，毋过经过即摆的代志，我已经想甲足清楚的。嫁予二少爷，才是上好的决定。既然安尼，我就成全你啊。也毋过，这桩亲事进前啊，才放帖，临时取消收倒转来。我看夫人，这桩代志，搁过一段时间才讲。无太师，咱华府最近发生遮尔啊侪代志，我看将秋香甲咱母儿办喜事来冲喜啊，咱家己闹热就好啊，哪落搁放啥物喜帖，安尼啰嗦当中呢？安尼做，避免伤过委屈秋香呢。无老爷，秋香会当嫁予二少爷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啊！一切全凭夫人甲老爷做主。老爷，咱秋香遮尔啊捌代志，你哪落搁丢啥物咧？啊？
既然是安尼，无安尼照夫人你的意思去做，哦。对啊，对啊。不哩，秋香讲要甲你完婚，这是你的幸福啊！伊对你这么情深，你唔通辜负人呢？嗯？我知啦。东公主，我已经是二少爷的人啊，你对我的爱只有后世人甲害。老师，真对不起，我若是无带秋香，恁无就会把迄天的代志讲出来，破坏秋香的面子。你讲是真实的，秋香无死。是啊，啊，就地公大师甲救起来啊，今仔已经平安回去伫咧华府啊啦。安尼你放心啊啦吼，我做会到有代志，安尼我先来走啊。哎，老伙仔，等，你安排华母吼，安排我看秋香一下啦。敢有这个需要？秋香经过这么大的代志，差点仔无命，我一定看到秋香，我才会安心啦。无方便啦。老伙仔，秋香到底是安怎？你是安怎讲呢？无啦，伊那安怎爱就好好，已经回去伫咧遐，你莫黑白心啦。老伙仔，秋香到底是安怎？你紧讲哦。哎哟，就甲你讲无安怎，你一直咧问你，啊无我照抓啦，好无咯？伊正经人好好回去伫咧华府啦，我若甲你骗吼，我雷讲卡死啦。好，我相信。也毋过你定下带我去华府，我看到秋香平安无代志，我才会放心。我绝对袂惊到华府哩，就算我救你啦，我救你啦！哎，你袂用啊去看伊的啦，伊今日暗时就要嫁互花母啊啦。你袂用啊去看伊的啦，伊今日暗时就要嫁互花母啊啦。我就是惊你挡袂牢，毋知袂甲你讲。你啥都要救我，啥都要救华母。我唔相信啊！伊唔是这款哦，当地的华母贵啦，我唔相信伊这款人啦。皮佬啊，好啊，咱莫安尼啊啦。皮佬啊，姑爷，是的啦，拢是我拆散你甲秋香。叫准备好未？已经外口等啊。我看，我是等下后头厝住一阵啊。恁姑爷看伊逐工咧买死买活，看伊迄型，我会活好气死啦！迄别人查某干死，该有啥物地带？啊，搁在厝内面摆啥物灵位？秋香这袂见笑查某，死就死去啊，搁你甲我做啥物对啊？小姐，阮查某囝嘛是人啊，唉，我是会受够气会帮你陷害秋香。好佳在秋香无互你害死，无我的自顾就大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赎罪。啊，若无我一世人良心不安。无啊，啊，等你是安那？啊，规个人安尼戆神戆神啊！无啦，小姐，我来去摕物件，啊，咱就当走啊。嗯。哎呦，啊，等你位搁是安怎？小姐，可能是这几工，我拢问秋香来甲我讨命，惊到拢无困好，才会头昏目暗。是的啦，小姐。你是有够无耐用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先落去休困啦，我甲你转来就好啊。是。
我啉，大家莫啉啦。我这世人哦，烧酒就敢若我的命，看到无啉会死。头一遍讲放在面头前，但我也啉袂了。唉，唉。英秋啊，无你是咧创啥？你看，是安怎啦？英秋开始，请狗爷原谅我。刚是你讲啥？英秋，啥物代志行起来讲啦？英秋唔敢。英秋真是不忍心，看到狗爷遐尔伤心，嘛不忍心看到秋香嫁互伊无爱的人。英秋讲出来了，唯一接受狗爷的情怀。但是狗爷，我拜托你，你怎么唔通有小姐这样讲是我讲的？啊那无？我一定让小姐拍死啦！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。有啥物代志，你做你讲。你讲啊！我甲小姐有去过华府，请花母、花文少爷，还有秋香啉烧酒，而且小姐。爱我伫酒内面下药啊！而且小姐爱我伫酒内面下药啊！害伊啉了昏迷。等伊昏去了后，小姐教我，甲花母少爷还有秋香安排困斗阵。啊！你这个讲啥？这个秘密代志你也做出来？虽然我嘛唔知影小姐爱我做出这种不了秋香亲命的代志啊，但是我嘛唔敢违背小姐的命令啊。小姐伊就用这件代志，为了花母少爷跟秋香一定爱成亲啊！你知啊？你若会不但听说我就业，差点害秋香死，你知影无？狗爷，狗爷，你原谅我好无？我已经知影唔对，我已经知影唔对啊！迄落，好啊啦，啊等伊甲代志讲出来吼，嘛会使算讲是将功赎罪啊啦，吼，莫搁怪伊啊啦，即马较要紧的吼，就是紧赶来去华府啦。反正这个错误的婚姻吼，搁会好甲断开啦。